再来看，昨暗头啊，有民众伫桃园的南坎溪边哦，发现一粒亲像看起来亲像炮弹的物件，马上向警方去报案。警方嘛随封锁现场，请军方来协助。军方是表示讲，这粒炮弹的引信已经生产登去了，无爆破的疑虑，后续会依照程序给毁掉。南港溪河床顶也留有黄色的封锁线。代志发生伫18尾仔嘛，塘湖有民众伫咧捡资源回收的时，发现一粒亲像微波弹。塘湖警分局接到报案，随封锁现场，佮用探测器监测有金属管径，检判是迫炮弹体，随通报军方到场处理。南坎溪河床旁发现疑似未爆弹。随即派遣警力至现场封锁，并通知监视小组至现场。经确认疑似为军用炮弹，随即联系军方防爆小组。发现微波弹的地点就伫塘园春日路一个民家厝的后壁，乌头机当伫河道内乌来乌去。民众讲，有可能是最近伫咧从河道挖出来，袂伤烦恼。这土挖起来不是有那个吗？有铁啦，有什么可以捡吗？还有一个都那个资源回收的啦，回收要卖的啦。他在下面看到，鉴定为60公里破炮弹残体1颗，引信锈蚀断裂，弹体中锈，无危安顾虑。针对微波弹处理，陆军第6军团表示，经过鉴定是60公里迫炮弹残体，微波弹引信已经生产登去。无归案顾虑，目前已经带回入库保存，后手会以废弹处理程序完成销毁作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